皇祖，这李建清、李易欢，还有李飞，他们若真的是明珠谷的反贼，那他们入宫也有大半年了。这期间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下手，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。擒拿鳌拜，他们兄妹也屡建奇功。在山西的时候，李欢为了救朕，更是不顾自己的性命。朕微服私访，在宫外屡次遇到危险，都是李建清及时舍身相救。朕对李建清情同手足，至于易欢，那更是朕的红颜知己。荒唐！情同手足，红颜知己，他们是前明的余孽，是大清不共戴天的敌人。他们救你是为了得到你的信任，光复朱明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呀！你这个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人，大清的君王，难道你要爱一个大清宿敌的女儿，还要跟前明朱家余孽称兄道弟吗？皇祖息怒，孙儿知错了。孙儿一定不会把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葬送在孙儿手里。说的容易呀，而做起来却不容易。孙儿啊，皇上啊！罪臣向皇上请安。皇上吉祥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鳌拜，现在可以将你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交给朕了吧？这。皇上，罪臣已将多年的情报整理成册，全都在这儿了。啊，还有，罪臣这些年来安插在各处的眼线探子的联络方式，罪臣也会一一交给皇上。明珠谷，原来这个李定国长这样。司后头，奴才在。你过来瞧一瞧，朕怎么觉得这个李定国看起来很眼熟呢？哟，皇上，您瞧，这李定国如果没了胡须，长得像谁？简直和李德福一模一样。是啊，而且巧合的是，他们两个人可都姓李。这个李定国和李德福，不会是兄弟吧？皇上，这李德福是当年多尔衮入关以后，在路上捡的孤儿，后来净了身，进了宫，这30多年一直待在宫里。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亲人，也没见他和宫外任何人联系过。而这李定国，他是张献忠的义子，名字都是张献忠给他取的。不过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孪生兄弟。至于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这奴才可就不敢妄言了。皇上，这李德福今年初吃了罪臣的大补丸，暗中受罪臣挟制，以便从宫中帮罪臣传递消息。据罪臣安插在明珠谷的黑狐回报，自奴才装疯以后，朱慈轩和李易欢用大补丸的解药胁迫了李德福，让李德福充当他们的耳目。但是
并未提及他与李定国有任何关系。皇上，这长得像，也许只是个巧合。就像是雪倾城和舒婉心长得也像，可她并非是舒建的女儿，更不可能是舒婉心的孪生姐妹。此事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先不要声张，多在暗中留心观察。这。皇上同李易欢只是同月同日生，但这朱慈轩同李易欢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李公公说，康熙进了慈宁宫以后，他和所有的太监宫女就都被太皇太后给打发出来了。这就更可疑了。太皇太后侍奉过大清3代君王，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。如果她真的从鳌拜那儿打听到什么的话，也不会露出半点端倪。易欢，等康熙从慈宁宫里出来之后，你找机会去试探他。知道了。龙小弟，如果你知道是我骗了你，你一定会很难过吧？新觉罗是几代人浴血打下的江山。易欢，难道你真的是要来夺走这一切的？以前你对朕的一切，难道都是伪装？我龙三，今日对着月亮发誓，我二人结为异姓兄弟。从今往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永不背弃。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如有违誓，天打雷劈。龙小弟！
龙小弟，还没休息啊？这么晚了，还来御书房当差？主子都没休息呢，做奴婢的怎么敢偷懒呢？噔噔噔噔，龙小弟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哎，平时吧，看你见多识广的，连这个都不认识。这个叫做荷叶糯米鸡，知道了吧？哦，这明白了。用荷叶包着米和鸡，一起放在锅里蒸，对吧？嗯，孺子可教也。如果龙小弟你不当皇上的话，我相信你啊，一定是位大美食家。朕这辈子只怕是没有这样的福分了。你倒可以试一试。说吧，这糯米鸡是不是又从御膳房里偷过来的？说什么呢？我跟御膳房大厨关系可好了，他平常还说我做的菜好吃呢，我怎么可能偷呢？再说了，我就偷过一次，而且那一次还是我第一次进宫的时候，跟龙小弟不打不相识嘛。老大，朕一直在想，这宫里宫外的几次相遇，都是天意吗？真的是上天把你安排到朕的身边来的？当然是天意了。我刚开始认识龙小弟的时候，我又不知道你是谁，这不是缘分，那是什么呀？我知道，这个最近吧，宫里总是谣传我跟我哥哥的一些事情，而且传得越来越凶了。但是我相信龙小弟不会那么轻易的去相信谣言的，对吗？朕从来不相信谣言，朕只相信自己的心。那最好了，来，我们坐在这儿，一起把糯米鸡吃了吧。朕刚刚在慈宁宫吃了好些东西，很饱了，你自己吃吧。那怎么行啊？现在朝政那么繁忙，不吃会饿的。来，我喂你。啊，鳌拜也好，吴三桂也罢，朕再也不想想这些问题了。朕现在只想静静地抱着你。龙小弟，还记得那次我陪你刺血抄佛经吗？记得，朕当然记得。朕每每想起，心里还是觉得很感动。终于写完了，大功告成。老大，
风吹如画，落入尘世的繁华。爱已来，卷风沙，恨不过一生的牵挂。经过的星辰如马，望不穿雨中的他。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舍得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你越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无悔的情愫。朕和你同月同日生，不过长你1岁。在紫禁城里，朕还是第一次和你一起过生辰。你还记得朕许下的生辰愿望是什么？当然记得，这是我长这么大过得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。许的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该你了。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，朕愿和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此情此景，朕永生难忘。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你一起过生辰。龙小弟，怎么会呢？每年不都有生日吗？每年我们都可以一起过啊。你不愿意做朕的后妃，朕也没办法让你一直留在紫禁城里。你早晚会离朕而去，如何能陪朕年年过生辰？你是在怪我吗？朕不怪你，你生下来就和朕不一样。你是自由的小鸟。这个紫禁城啊，就像一个鸟笼子，把你给困住了。也许你待在里面，并不快乐。我快乐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。龙小弟，你忘了，我的病只有你的龙珠才能治啊！我除非有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好，朕也想永远把你留在身边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永远那么远，我们还是先珍惜眼下再说吧。是，永远太远了，先珍惜眼下吧。龙小弟，我看你今天好像很疲惫的样子。前些日子为了寻你，积压了这么多奏折，朕可能是批阅奏折太久，所以没有休息好。可是我觉得你今天的眼神有点伤感，是不是太皇太后把你叫过去，跟你说什么事儿了？你还说呢？这还不都怪你啊！朕抛下一大堆事情，悄悄地出宫寻你，被太皇太后好一顿说。太皇太后还要把你赶出宫去，这安抚了大半个下午，才把她安抚好。龙小弟，我错了，是我太任性了，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确实是不能这么任性了，再这么任性的话，
恐怕连朕也保护不了你。好了，先回去吧，朕还要批阅奏折呢。要是再留在这儿的话，朕又得分心，那恐怕又得熬夜。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，龙小弟。康熙可有什么异常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常，就是觉得他有点疲惫，精神不振，似乎还有一点不易察觉的伤感。伤感？他说是为了上一次我离宫出走的事情，太皇太后把他叫过去一顿训斥，还逼着他把我赶出皇宫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太皇太后之所以要把那些宫女还有叔父赶出去，是为了怕伤了皇上的面子，咱们虚惊一场。看来鳌拜的病还没有被治好。等义父和师傅们回到京城，我再和他们商量一下，想办法除掉鳌拜，以绝后患。老大，难道你的出现真的只是朱明联盟设下的一个圈套？你和朕那么多美好的过往，都是假的吗？没错，都是假的。李爱卿，别叫那么亲热，我不是你的爱卿，她也不是你的欢儿。你早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，还装什么装？今天不是我死，便是你亡。朕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吗？朕一直待你如兄弟。欢儿，你跟朕那么多过往，都只是逢场作戏，都是欺骗朕的吧？兄弟，你是大清的皇帝，我是大明的太子，我们两个能做兄弟吗？欢儿，我是南明靖王李定国的女儿，我会爱上你？可笑！我真正爱的人是我的朱哥哥。你们为何要如此对朕？朕待你们一片真心呢，你们辜负了朕，辜负了朕的！文妹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这就杀了这狗皇帝，为我死去的父王报仇。没错，为我大明千千万万阵亡的将士们报仇！玄烨，受死吧！皇上，您是不是一宿没睡了，累着了？朕没事。所有徒到了没？哦，一直在外面候着呢。宣他进来。这，慢着。皇上还有什么吩咐？朕饿了，你亲自去御膳房，取一些朕平时爱吃的小点心来。这。左大人，皇上宣你进去。奴才给皇上请安。免礼。查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的心腹根据鳌拜提供的情报，终于查到了明珠谷的所在地，与李易欢兄妹透露出来的信息完全吻合。当地确实在李易欢10岁的时候发生过大旱，而且附近的府县也曾发生过多起库银失盗案。你的手下进入明珠谷没有？没有，明珠谷只有一处隐秘的入口，那是一条易守难攻、机关重重的密道。奴才怕打草惊蛇，让他们先不要妄动。皇上，这种种迹象表明，鳌拜所言非虚，这李氏兄妹是朱明联盟乱党的证据，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清楚了。可这些证据死还不足，朕要的是铁证，是铁证，明白吗？奴才明白，皇上。可是皇上您要什么样的铁证呢？鳌拜不是有一个卧底叫黑狐在明珠谷吗？朕要亲自见见他。奴才这就安排。
李公公，什么事？康熙可有什么异常？皇上现在正在召见索额图。叔父这手上提的是什么？哦，皇上说他肚子饿了，让我亲自去御膳房给他拿点平时最爱吃的点心。往日康熙若是要纯善，都是吩咐你一声，你让手下的小太监去办就行了。今日为何让你亲自去取？难道是跟索额图在商量什么隐秘之事，故意把你支开？我也觉得好像是皇上故意把我支开的。难道皇上对我也起疑心了？不可能，叔父跟我和奕欢的关系，除了义父，没有外人知道。康熙更不可能知道。皇上平时如果跟机密大臣商量什么军国大事，也会把身边的人支开。说不定他正跟索额图商量什么其他的要事。但愿吧。眼下康熙跟太皇太后没有什么异常，但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。叔父，你要帮我多留意一点宫里的动向，我正在想办法筹集人手，刺杀鳌拜。建清，我求求你们，还是从紫禁城中撤走吧，太危险了。我都一把岁数的人了，我不想再天天的受惊吓。不行，事情还没有明朗，就这么撤走的话，损失太大了，我没办法向义父还有师傅们交代。这边。你就是黑狐。回皇上，奴才正是黑狐。你既本是八旗子弟，为何只肯效忠于鳌拜，却迟迟不肯主动与朝廷联系？奴才也是迫不得已。鳌拜执政多年，掌握了奴才家族大大小小的把柄，所以奴才不得不受制于鳌拜。这些年来，奴才只能和鳌拜单线联络。自从鳌拜被圈禁之后，奴才也曾想过向朝廷报密，但却迫于鳌拜继位，不敢造次。直到鳌拜此次真心伏法，把奴才等密探献给朝廷，奴才才有幸口见圣言。抬头说话。谢皇上。你把李欢他们二人在明珠谷的情况细细禀报于朕，绝不得有半点隐瞒。这李建清本名朱慈轩，是前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。永历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在战乱中失散了，下落不明，因此朱慈轩就被李定国那帮前明余孽们奉为了前明最后一个太子。这李奕欢是李定国的小女儿，和朱慈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据说永历帝留下遗诏，为朱慈轩和李奕欢从小定了亲，所以李奕欢又被这些前明余孽们尊奉为未来的太子妃。他二人从小青梅竹马，一同长大，感情深笃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继续待在明珠谷。朕赐你一个腰牌，要是有紧急情况，你可以直接进宫面圣。不过你得小心提防，不能让朱慈轩和李奕欢发现。奴才明白。皇上还要提防李公公。奴才听李定国说过，李公公被鳌拜下了大补丸之毒。鳌拜被圈禁之后，朱李二人利用大补丸的解药胁迫了李公公，李公公便做了他们的耳目。这件事情鳌拜也发现了。自从鳌拜被圈禁之后，李德福再也没有找鳌拜要过大补丸的解药，显然是投靠了朱李二人。鳌拜已经跟朕禀报过了。奴才这里还有件重要政务，本来想交给鳌拜，但是鳌拜让奴才亲自呈现给皇上。这个鳌拜，终于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本分的臣子了。皇上，这就是3把金钥匙其中之一，原本是在吴三桂手中。吴应奇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途中，被
被李易欢的师姐樊倩影调了包，钥匙落在朱慈轩手中，所以奴才才有机会又从朱慈轩手中调了包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吴三桂和李定国手里的金钥匙都是假的。这把金钥匙才是吴三桂绞杀永历帝后，从永历帝身上得到的正品。好，你做得很好。待朕剿灭乱党之后，必将重重赏你。奴才谢主隆恩，奴才不便在此久留，奴才告退。去吧。谢皇上。今晚的事情不会泄露。的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还不是吴三桂又给朕出难题了。不提这些烦心事了，你且陪朕散散心就好了。哎，过来看，看到了吗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打那对鸳鸯，拆散他们夫妻啊？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恩爱夫妻，只不过逢场作戏罢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不信？那你看那只雌鸳鸯飞回来了吗？如果它真的爱着那只雄鸟，怎么会因为一颗石子就一去不返了呢？真的哎，那只雄鸳鸯也不知道上去追，就知道在那儿傻等，真够笨的。它不是笨，只是伤心了。如果那只雌鸳鸯真的有情有义，那它就应该飞回来，而不是这么等着那只雄鸳鸯飞过去找它。龙小弟，你是在借鸳鸯埋怨我吗？也不是埋怨，只是有一些伤感罢了。太皇太后一直对你不满，皇后和后宫的嫔妃也一直对朕宠爱你多有非议，连朝中的大臣都对朕非议不断。你知道朕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吗？我知道，其实我也为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，所以才会选择离开你。但是当我看到你不顾一切来找我的时候，我顿时没有了主意，只有跟你回宫了。你对朕的一片真心，朕是能感受得到的，这也是朕最大的欣慰之处。其实，朕根本就不是怕什么压力，朕怕的是你一直在拒绝朕，逃避朕。你心里一直念着你那未婚夫，早晚有一天你要出宫跟他成婚。每每想到这儿，朕就觉得心痛如绞。你明白吗？
皇后，你想说什么？皇祖母，皇上已经见过了鳌拜还有黑狐，已经确认了李建清和李易欢的真实身份。可皇上为什么还迟迟不将他们捉拿问斩？难道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还是割舍不下吗？鱼在网里，你还怕他跑了不成？这次皇上是动了真情了，这一跤他是跌得不轻啊。也算是他一次挫折吧，给他一点时间缓缓，待他醒悟了，自然就会收网。皇后啊，万万不可心急。小师妹，你有没有发觉最近情况有些不对劲？是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可是我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劲。皇上倒是毫无异样，可是昨天大师傅传来消息，说最近在明珠谷外发现很多清军密探活动，他们好像是在寻找明珠谷的入口。你是说，这跟太皇太后看鳌拜有关？但愿无关吧，否则纵然咱们能全身而退，可这段时间在宫里的苦心经营就白费了。大师兄和师傅们一定会很受打击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龙小弟也太沉得住气了吧？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们姐妹俩有这么多悄悄话可以说呀？啊，不是悄悄话，是臣妾久居深宫，有时感觉寂寞孤单，就让欢妹妹过来陪陪我。朕来的不巧啊，打扰你们下棋了。没有，我跟雪姐姐刚下几下，你就来了。那你可敢跟朕下完这盘棋啊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下就下。皇上，臣妾去小厨房为皇上准备些茶底。龙小弟，你确定要下这儿吗？你可输定了。这不对啊，明明刚才是我占先机的。你占尽先机，是因为朕一直在让着你。事事如棋，不到最后，谁输谁赢又有谁知道呢？龙小弟，你刚才那两个棋下的有问题啊。应该这样。好了，我赢了。毁棋啊！落棋不毁真君子。反正我又不是君子，我是小女子。龙小弟，这盘棋你输了。好，那朕认输。其实这世间事，赢又如何，输又如何？只要能哄得你一时开心，朕认个输又何妨？父王，这信上面说鳌拜是庄房，并且将李建清兄妹，还有雪清城的真实身份，以及明珠谷的确切位置，全部向康熙和盘托出了。
这是真的吗？这是本王安排在鳌拜身边的眼线传来的密信。我们幸亏终于建成了飞鸽传书的新渠道，从京城发一封密信到滇都3天可达。眼下主子仙李欢他们的情况一定十分危险。那父王打算如何应对呢？李定国虽然已和父王歃血结盟，可我总觉得他不能放下过往，对本王绞杀永历帝一事始终是耿耿于怀。本王和康熙的关系更是日益紧张，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出手，就会激怒康熙，加快他撤藩的步伐。我看不如这样，本王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让他们二虎相争。万万不可啊，父王！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李建清的身份特殊，是南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，也是诸明联盟的精神支柱。他如果死了，那整个诸明联盟的神也就散了，并且再难成事。如果说之前李定国对您还心存芥蒂，无法对您实心实意，那么父王正好借此机会向整个诸明联盟以及李定国表明诚心，这样也可消弭当年您绞杀永历帝的伤痛啊。父王，如果孩儿所料不错，康熙不久就会对明珠谷动手。他若是铲除了明珠谷，杀了李定国，那么整个诸明联盟也必将分崩离析，再难成事。在那以后，父王又如何自处呢？父王真是糊涂了，还是妻儿你点醒了父王。你这就向李欢他们示警，协助他们撤离紫禁城。这可还来得及吗？从康熙秦鳌拜就可以看出，他一定会运筹帷幄，布置周全，方才动手。他想把明珠谷一网打尽，就要费些时间布置，希望还来得及。跳！大师兄，樊师妹，你跟叶师弟不应该在滇都吗？怎么突然跑回京城来了？哎呀，这个你就先别问了。我和叶师弟3天前就已经到京城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告诉你们。我现在赶来是有紧急的情报要告诉你们。我刚刚接到吴应奇的飞鸽传书，你、雪姐姐还有小师妹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吴三桂在宫中的眼线不仅雪衣居士和雪姐姐这一条线，他在天牢和鳌拜府中也都埋伏了眼线。还好康熙他行事谨慎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动手。我这一接到飞鸽传书，便马上过来通知你们了。你赶紧通知雪姐姐和小师妹，赶快撤吧。好，我马上回宫。既然你跟叶师弟3天前就回到了京城，为什么一直没有通知我？大师兄，这个你就不必问了。只是我和叶师弟这边出了一点小状况罢了。什么小状况？是不是叶师弟还是放心不下奕欢，在滇都待不住了，想要偷偷跑回京城私会奕欢？这个我原本不想跟你说的，我看到叶师弟刘叔叔到京城，我就赶紧追，这一追就一直追到了京城。叶师弟人呢？这3天我一直在劝他，叶师弟也已经答应了要悄悄跟我回滇都。我们想就当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接到了应奇的飞鸽传书。原本想让叶师弟跟我一起来见你，可是他不肯，我就自己来了。想不到，不仅康熙不肯对奕欢放手，就连我自己的兄弟也还惦记着我的女人。叶哥哥，你这地方太难找了。小师妹，你走错来了。你不知道我等等的好心焦啊。你以为皇宫那么好出来啊？想进就进，想走就走啊？我费了老大劲儿才骗过守卫呢。咱平时不在慈航药铺接头吗？
为什么今天在这儿啊？而且你给我的暗号那么少，我找你一路了。我故意把暗号留得很少，就是不想明珠谷其他的人看见。为什么？叶哥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拿这么多东西，还有穿的，你这是要逃难啊？不是逃难，是旅行。我带你离开京城，离开明珠谷，找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，过我们想要的生活。你跟我们两个离开明珠谷？对，就你和我。这辆马车里装着我多年的积蓄，虽然比不上你在宫里的生活，但也可以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了。小师妹，跟我走吧。我们找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。我保证，我会把我最好的全部都给你。我不会像康熙那样拥有无数的女人，我这辈子就只爱你一个。叶哥哥，你疯了吧？你跟我说出这样的话？不，我没疯。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康熙他真的爱你吗？他有江山和美人，他只是图个新鲜罢了。就算康熙他真的爱你，可你是前明靖王的女儿，是前明永历帝钦定太子妃。如果他知道了这一切，他还会爱你吗？我们再来说朱慈轩，大师兄他爱你，对吧？你错了，大师兄和康熙一样，爱的都是江山。你们的情谊在江山面前，比起来什么都不是，比一根羽毛还要轻。他们跟你不是一路人，我跟你才是。你不是曾经说过，这天下到底是姓爱姓觉罗还是姓朱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我才是无欲无求，可以和你长相厮守一辈子的那个人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小师妹，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？叶哥哥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次偷偷约我，我没有告诉朱哥哥，因为我怕我告诉他，会破坏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但是请你以后别再说出今天这样的话了。一欢，你当真不愿跟我走是吗？叶哥哥，我不能出宫太久，康熙已经在怀疑我跟朱哥哥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叶哥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小师妹，我不想勉强你，但我已经别无选择了。叶哥哥，你疯了吗？小师妹，你别生气，我先带你走，找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。等我们成了亲以后，我再和你回来，向靖王还有我爹爹谢罪，别怪我。将来有一天，你会感谢我的。樊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到你留的暗号了。你把小师妹怎么了？师姐，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我以后再慢慢向你解释。但如果你今天一定要拦着我的话，别怪我不顾多年的同门之情。你和小师妹的事我已经顾不上了，我来是要告诉你，大师兄、小师妹还有徐姐姐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，康熙什么都知道了。樊姐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龙小弟已经知道了。那徐姐姐跟朱哥哥知道了吗？我先通知的大师兄，再赶来通知叶师弟的。而且，咱们慈航药铺的据点也暴露了，所以我和大师兄约在北郊的镜湖见面。咱们赶快和他们去会合吧。
啊，终于忙完了。皇上，李德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皇上，奴才有罪，请皇上饶命。你何罪之有啊？皇上，奴才有2项大罪，每一项都是杀头的。请皇上准许奴才戴罪立功。大师兄，怎么了？我们的身份暴露了，康熙已经什么都知道了。难道鳌拜真的装疯了？是，康熙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，就是想顺藤摸瓜，把我们所有人一网打尽。小师妹知道了吗？他不在御书房当差，也不在永乐斋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我担心，康熙是不是已经把他给抓起来了？那怎么办？倾城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必须马上撤离紫禁城。你出宫以后，跟樊师妹、叶师弟他们会合，你们一起离开北京城。大师兄，那你呢？欢妹下落不明，我不能抛下她，就这样一走了之。我必须找到她，带她一起离开。时间紧迫，趁康熙还没有动手，你赶紧撤吧。不，大师兄，你不走，倾城哪儿也不去。倾城，你别犯傻了，赶紧撤离。大师兄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倾城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你不能丢下小师妹独活。难道大师兄出了事，倾城就能苟活于世吗？倾城，我不值得你为我这样。值不值得，由我的心决定。大师兄，我们3个人一起进的宫，要走就一起走。小师妹武功不好，多一个人多份力量啊。等找到她以后，凭我们俩的武功和她的轻功，一定可以全身而退的。好，我们分头找，半个时辰以后在永乐斋会合。原来你就是鳌拜勾结的那个内奸呢。皇上，奴才也是迫不得已。当时鳌拜权倾朝野，休说奴才，就连满朝文武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。鳌拜还逼着奴才吃下了大补丸，奴才不得不听命于他。皇上，但是奴才从来没有做过危害皇上和危害大清之事啊！在朕的膳食中下毒，还不算危害朕和大清之事。皇上饶命，是鳌拜胁迫奴才下的药，但是不伤及性命，只是让皇上精神倦怠，疏于治理朝政。如果老奴不下药的话，鳌拜也会另找他人下药的。好你个奴才，还这么会狡辩！皇上，奴才不敢狡辩，奴才只是如实的坦白，如何受制于鳌拜。求皇上饶命，求皇上饶命，饶了老奴的狗命吧！这第一罪，不仅你有，朝中大半臣子都有。朕曾经说过，赦免所有过往听命于鳌拜之罪。朕乃天子，金口玉言，所以你这第一罪，朕便赦免了你。那这第2大罪，谢皇上。鳌拜伏法以后，并没有供出奴才，奴才仍然悄悄地找鳌拜去拿解药。可是没想到，那一日，站住！站住！快放了李公馆！李太医，你杀了我，你也活不了。李德福，你别以为杀了我，就没有人知道你是鳌拜的内奸了。你别忘了，我还有我的妹妹易欢，我若是死了，她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李公公，您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是不会害别人的，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暗中害别人的。所以，只要你不对我们兄妹2个起什么歹心，那我们自然不会对你怎么样。但如果你心里对我们兄妹2个……
当时李氏兄妹答应过奴才，不把此事告诉任何人。奴才以为他们不过是皇上派在鳌拜身边的奸细，虽然探知了奴才为鳌拜所用，但却慈悲为怀，愿意放奴才一马，不说破此事。奴才心中还是感激，但是没料到，既然叔父想活不想死，那么只要你把铜匣交出来，我马上把大补丸的解药给你。李氏兄妹拿着大补丸的解药，要挟奴才，让奴才充当他们的耳目。奴才以为他们不过是跟鳌拜一样，想要探听皇上和太皇太后的消息，好要得圣宠。奴才也就答应了。那你的毒解了吗？没有。奴才每个月仍还得服食一次解药，否则大补丸之毒一发，奴才就生不如死啊！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何还想认字是我？那日皇上和索大人怀疑李氏兄妹都是朱明联盟的乱党，奴才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啊！不瞒皇上，奴才这些天来一直在反复的思虑，越想越觉得这李氏兄妹真的可能是乱党。奴才已经侍奉过3代帝王，皇上比太宗皇帝和先皇都更英明睿智。我大清朝有了皇上，一定会国运昌盛，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的。奴才若是帮臣子们探听消息，争宠夺利也就罢了，但是不能帮助乱党去干这些危害大清之事啊！奴才左思右想，才决心向皇上自首，并且出手李氏兄妹，求皇上念在奴才这几十年来侍奉了3代帝王的份上，饶了奴才吧。你这第2个大罪，果然是杀头的重罪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当初皇上如此宠幸李氏兄妹，就连皇后和索额图大人都不敢相劝，太皇太后也无可奈何。奴才又怎敢不听他们的话？但是奴才已经醒悟了，奴才拼着一死，也要向皇上出手他兄妹2人。皇上就算不饶恕奴才，奴才也好歹算为皇上清除了身边潜伏得很深的2条毒蛇，也算奴才为大清尽忠了。算你聪明。其实朕早就知晓了李氏兄妹的真实身份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兄妹。朕也早就知道你被他们2人所迫啊，当了他们的耳目。原来皇上早就知道了。你还记得那日太皇太后出宫去探鳌拜吗？哦，记得。那鳌拜的疯病越发的严重了，居然连奴才都不认得了，还把他喝的那碗汤药泼了奴才一脸一身呢。老东西，鳌拜根本就没有疯，连你也被他骗了啊！鳌拜没疯？那难道鳌拜是在装疯吗？不错，你所中的大补丸之毒，必须每个月都服用1次解药。但是自从鳌拜装疯以后，你便再也没有找过他拿过解药。这个世上，除了鳌拜，只有李太医能够解此毒，所以鳌拜早就明白，你已经转投了李氏兄妹2人。那日，他特意泼了你一点药汁，把你支开，好单独向太皇太后奏密，以免你泄露给李氏兄妹2人。皇上，鳌拜虽曾祸国殃民，但是他没有真的疯，也算是我大清之福了。那奴才也就死而无憾了。虽然朕早已知晓了真相，但是你肯向朕自首，并出手李氏兄妹，可见你的心中还是有朕的。看在你这一点忠心和侍奉了皇室几十年的份上，朕便饶了你这条狗命。多谢皇上恩典，多谢皇上恩典。你先暂且不动声色，配合朕将李氏兄妹及其背后的反党一网打尽。事成之后，朕自会让鳌拜交出大补丸的解药，免了你日后的后顾之忧。谢皇上。起来吧，别让李欢给发现了。这。什么？鳌拜装疯？眼下形势非常危急，不仅我跟易欢的身份暴露了，就连你在暗中帮助我们传递消息的事情也肯定暴露了。康熙只是不想打草惊蛇，
才装作不知道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就说过，我这条命早晚会搭在你们手上。叔父不必如此沮丧，我早就说过，绝对不会连累叔父。好在义父不想让朱明联盟的人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弟弟，所以叔父的真实身份就只有义父我义欢知道。眼下我们就要撤离紫禁城了，也不能抛下你不管。这样吧，叔父，你跟我们一块撤吧。我跟你们？哎呀，我才不想跟你们去干那种杀头灭族的勾当呢。我在这宫中都已经30年了，都已经习惯了，我到外面没法生活呀。既然叔父不愿意离开紫禁城，那我也不勉强你。不过，康熙已经知道了你在暗中帮助我们传递消息，叔父接下来在宫里的日子，怕是不好过了。这样吧，我给叔父指条生路。啊？生路？什么生路？你马上去向康熙自首，举报我们。你是说让我举报你们？虽然康熙是我们的敌人，但他能不杀鳌拜，不杀雪衣居士，饶恕倾城，说明他胸怀博大，能容人之所不容。只要你去举报我们，让他明白，你对大清还有一份起码的忠诚，不过是受我们的胁迫，暗中帮我们传递点消息，他应该能够饶你一命。这也算是我这个侄子对叔父的一点交代吧。我去举报你们。建清，我真是没想到，在这种生死关头，你没有顾着自己去逃命，也没有逼着我去跟你们一起浪迹天涯，而是让我去举报你们，保护我自己。看来，我这个叔父，在你心里，还真是被当成一个亲人了。那是自然，我若连人伦亲情都不顾，与禽兽何异？将来还有何脸面去跟康熙争这个天下？老东西，哎，看看这个吧。哎，皇上，这画的不是奴才吗？你再看看画像旁边的小字，李定国啊，李定国，皇上，他不是朝廷一直通缉的乱党的头目吗？是，朝廷通缉的反党头目，和你李德福长得是一模一样。皇上，这真是见了鬼了！皇上，奴才是个孤儿，少年就进了宫，在这宫中30余年来，从未踏出宫中半步，也没有跟宫外面的人有任何联系，更不认识这个李定国，求皇上明鉴。太皇太后也说，你这几十年来在宫中甚是规矩，除了喜欢贪点小权，弄一些钱财，和外界的关系甚是干净，所以你不可能与反党有瓜葛。你向朕自首，朕才会饶了你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皇上和太皇太后恩典，奴才感激涕零。皇上果然如建清所说，胸怀宽广，能容人之不能容，将来定是一代明君的。建清也是个大才，若他不是反党，能跟我一起辅佐皇上，那该有多好！
死丫头，跑哪儿去了？大师兄，找到易欢了吗？还没有。你呢？没有，我把他所有爱去的地方都找遍了。他会不会出宫了？不会，他如果出宫了，一定会告诉我的，一定还在紫禁城里。易欢喜欢吃，他会不会在御膳房？对，御膳房还没有找过，我这就去。我们一起。李太医也在，真的太好了，也省得我再跑一趟太医院，单独请李太医来赴宴了。传皇上口谕，念及李太医兄妹还有丽妃娘娘擒拿平西王派来的刺客有功，皇上特意在御花园设了一桌酒席，邀请李太医兄妹还有丽妃娘娘今天晚上共同赴宴赏月。钦此。好，我等奉旨。大胆，还不下跪！哎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这，皇上说了啊，一定不能为难李太医还有丽妃娘娘。你们几个都是大内顶尖的高手，一定要确保李太医还有丽妃娘娘要准时赴宴，不得有半点差池。这。